大家好，我係素明。入嚟坐低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生活入面，當我哋陷入困境，或者覺得好攰、好口渴嘅時候，有時一個小小嘅希望就可以支撐住我哋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成語叫做望梅止渴。故事發生喺東漢末年，有一次，曹操帶領大軍去征討張繡。當時正值盛夏，太陽好似火球咁喺頭頂曬落嚟，加上行軍嘅路途非常偏僻，沿路都揾唔到水源，士兵們又攰又渴，行到步履蹣跚，成支軍隊嘅士氣跌到去谷底。曹操見到咁樣落去唔係辦法，佢心生一計，佢勒住馬韁，舉起馬鞭向前方一指，大聲同士兵講：前面有一大片梅林，入面啲梅子又大又酸，可以幫大家解渴。戰士們一聽到梅子兩個字，腦海即刻浮現出嗰種酸溜溜嘅味道，身體不由自主咁分泌出口水，竟然真係唔覺得咁渴啦。於是大家打起精神，終於去到有水嘅地方。望梅止渴原意係指用幻覺嚟安慰自己，但喺處世智慧入面，佢亦都代表住一種積極嘅心態暗示。當現實環境好艱難嘅時候，心入面嗰點希望，往往就係支撐我哋渡過難關嘅力量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